自从2025年5月初4，沙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圣咱来听读圣经，历代志下卷20章22节到30节。因一个唱歌欢呼的时，上主派埋伏的兵攻击遐个来攻打犹大的亚门、摩押甲以东人，这个对敌就受拍败。亚门甲摩押人攻击以东人，将因全部剿灭。剿灭以东人了后，因两族搁互相残杀。犹大人到旷野的守望台，要看遐个大军队，一个看到神尸倒甲满世界，无一个逃脱。约沙法甲伊的军兵来抄战利品，找到真侪精生、财物、衣服、宝贝，坐甲带袂去。因抢3日，因为物件真侪。第4日，因聚集伫比拉加的山谷，因伫遐称赞上主，所以迄所在叫做比拉加山谷到今仔日。约沙法带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欢欢喜喜倒去耶路撒冷，因为上主互因赚赢对敌。因弹琴、弹瑟、歕喇叭，来到耶路撒冷，进入上主的圣殿。周围列国听见上主赚赢以色列的对敌，就真惊上帝。安尼约沙法的国太平，因为伊的上帝赐伊四境平安。约沙法战胜以东，弟兄姊平安。咱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：歹敌出好笋，好敌出巨卵。意思一般是咧指歹人也有可能会出好子孙，若是好人也有可能出不孝的子孙，袂当一概而论。伫今仔日咱读圣经、听讲道的进度是历代志下卷20章到21章，伫讲南犹大王约沙法甲伊的囝约兰的对比非常的大。约沙法是一个疼上主、疼国家佮疼人民的大好王，毋过伊的囝约兰却是背离上帝、败坏国家佮残忍屠杀兄弟的大歹王。拄亲像咱的话得讲，好敌出巨卵，实在是真无彩工。也因为安尼，互南犹大国自此元气大伤。大圣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20章的第1节到第2节，咧讲以东联军来攻击犹大国。以东的联军有摩押、亚门甲以东人，因组成联盟，发动大军，聚集伫死海边仔的稳基地，准备做伙来攻打犹大国。第二段是20章第3节到12节，约沙法王求叫上主拯救。敌人的联军非常的强大，致使约沙法王非常惊吓。伊知影即局无法度脱困，也毋是直接投降就当解决的，所以伊宣布禁食，组织百姓寻求上主的帮赞。第三段是20章13节到19节，先知亚哈谢预言上主的拯救。迄时，先知亚哈谢领受上主的话，
对王甲会众讲：战争的胜败不在伫人，在伫上帝。着勇敢迎战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第四段是2章20到24节，对立联军自相残杀。过两天，犹太人互唱歌称赞上主的人行伫军队的头前，上主互因3个无共的国家的联军家己来乱，以东人承受遭灭，然后摩押人甲阿文人互相相杀，毋免犹太人出手，敌人的联合大军就死了。第五段是20章的20节到30节，犹太人欢喜倒去耶路撒冷。犹太人伫战场足足用3日来抢捡敌人所遗留的战利品，了后欢欢喜喜开船倒转去耶路撒冷，伫圣殿学了敬拜上帝。对安尼，约沙法的国太平四境平安。第二段是20章31节到37节，约沙法王的公告。约沙法王伫35岁登基，做王25年，活60岁。伊效法因老爸亚撒，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毋过伊也无完全废除异教宗拜，人民也无坚心倚靠上主。另外，约沙法王上大的败笔，就是伊甲北以色国暗利王朝结交，甲亚哈王好来好去，后来搁做亲家，带亚哈的查某囝亚他尼雅互家己的太子约兰做新妇。亚哈死了后，也搁甲亚哈的囝亚哈谢结盟，也公家做生理，要做远洋的贸易。毋过上帝阻挡商船，所以船仔做无出来，就歹去。第七段是21章第1节到第7节，约兰做王，排除异己，杀害兄弟。约沙法王死前有7个囝，伊遮个囝可能是无共嫔妃生的。伊立太子约兰做伊立大囝约兰做太子，削弱伊做王。其他的囝分互因财产，甲分赐因去住伫有军事设施的坚固城。总是伫约沙法死了后，伊的囝约兰继位稳当了后，约兰竟然甲家己其他的小弟拢总杀死，抢因的财产，也甲百姓中的几个首领也杀死，实施暴政。伊无行家己老爸约沙法的路，做一个好王，反倒转学伊的丈人以色列王亚哈的歹。伊的老爸甲伊带亚哈的查某囝亚他尼雅做某，一连串的悲剧惨案就对咧来。第八段是21章第8节到第10节，以东甲林哈背叛犹大。上主因为约兰的歹刑罚伊。原本以东伫大卫甲所罗门的时代归顺大卫王朝，总是到约兰做王的时，以东成功独立。后来林拿人也脱离犹大的掌控，约兰也无因法，所以约兰本身因为背叛上主，上主也透过安尼来警告约兰王伊
背信不忠。第9段是21章11、19、15节。先知以利亚预言约兰的下场。咱知先知以利亚，伊是北国以色列出名的先知。伫列王记记载真侪以利亚对抗亚哈王朝的事迹。毋过伫历代志，以利亚只有敢若出现伫遮。伊写批谴责约兰好王毋做，颠倒做歹王，行歹路，做歹事，所以上帝要降刑罚，互南犹大甲约兰的一切，包括约兰也要罹患肠仔病，严重到坠肠。第10段伫21章16、19、17节，非利士人甲阿拉伯人攻击犹大。约兰变动的期间，非利士人甲阿拉伯人侵略犹大，攻破耶路撒冷，抢掠王宫的财物，搁甲伊的某囝掠走。伫伊的囝的中间，除了老上细亚哈斯以外，其他的囝也拢互杀死，下场真凄惨。第11段21章18、19、20节，约兰王破病死。约兰的肠仔病哪来哪严重，拖2年外落马坠肠死。伊32岁做王，8年死的时是40岁。死了后，无人为着伊哀哭纪念。虽然葬伫大卫城，毋过伊无甲列祖台点伫共墓园。咱通对历代志下卷20章到21章学习到啥物的教示？第一咧讲，好人也是罪人，好人也是罪人。约沙法王无论对犹大人也是以色列史来看，伊是一位难得的好王。伊疼上主，伊疼国家，也疼人民。伊对内施行仁政，搁推行宗教和社会改革；对外也保卫国家，甲外敌交战，也和北国以色列采取和亲外交。无论安怎看，伊拢是一位相当难得的好王，也是好人。总是无论是好人也是好王，也拢只是人。只要是人，也拢有罪，是罪人。基督宗教得讲，罪并毋是简单得指犯法律所无容允的代志。罪证确凿才是罪。罪是罪性，罪行是违反上帝的心意，甲律法诫命等等。约沙法虽然伫国内推行宗教改革，积极带领人民敬拜独一的上主，毋过伊为着要讨好拉拢亚哈王，伊放下家己的标准甲身段，甚至甲亚哈王结亲家，带亚哈的查某囝做新妇，引号入家，也种下伫伊死了后家庭的种种悲剧，甲国家的败坏等等恶因。亚哈夫妇是北国公认小王朝的代名词。亚哈带西顿公主耶洗别做某，将邪淫的迦南巴力宗教引进以色列。因的查某囝亚他尼雅也缀着政治联姻，将巴力教引进犹大王国，铸下王室甲国家缀咧败坏灭亡的种子，落尾是得不偿失。当咱也无拄拄会比约沙法王会较好去倒，因咱也是罪人，
相反也需要上帝怜悯，甲主耶稣的赦罪救赎。咱就需要圣经的教示甲圣神的光照，互咱省察家己过圣洁的生活，才免互罪破坏咱生命的根基，变成做细空的无保，大空的灾苦的下场。第二，伫这所在咧讲到信上主得徛在。当约沙法王听到摩押人、阿门人甲以东人组成联军，要来攻击犹大国，圣经讲约沙法非常惊，因为局势非常凶险，也无胜算的把握。总是伊决定要恳求上主，宣布犹大全国禁止，人民也愿意配合。逐个城也拢有人出来组织伫耶路撒冷圣殿的新城来求上帝的帮赞。约沙法王伊信靠上主对以色列列祖的应允，要祝福互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得土地产业。约沙法王也提起所罗门起圣殿的献殿祈祷，因若组织伫圣殿伫患难中求救主，主就要来解救因。约沙法也控告对敌以色列人，因为守上主的约束，无主动侵犯当属亲族的摩押人、阿门人甲以东人，毋过因却联合来侵犯犹大。虽然伊无力通对抗这个大军队，也毋知着安怎做。毋过犹大人还是仰望上主。迄时上主通过先知雅哈悉激励因犹大甲耶路撒冷人，即便恁毋免出手交战，恁只有排阵徛地，看上主安怎解救恁。毋免惊吓，毋免失胆，明仔载出去迎战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后来因出战的时，互圣乐队徛伫军队的头前，唱歌学了上帝讲：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因无亲像早时的以色列人，甲上主的约柜扛出来迎战敌人。因无扛约柜，犹原有上主的同在。竟然上主也亲自帮赞因，互敌人自相伤杀，犹大人就得到大胜利。伫出战以前，约沙法王又讲一句抗世名言：恁若信上主，恁的上帝就会徛在，信伊的先知就会得胜。信上主就会徛在，信先知就会得胜。人往往伫混乱的中间，会亲像无头河神哭哭悲，毋知要安怎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信心就是互咱赢过即个世界得胜的武器。信心毋是凭家己的感觉，也是来自外界的环境、资源等等。信心是来自咱对上帝的应允，坚信不疑的回应。信心也是非常无容易实践的基本功课。信心是看见上帝是咱独一的倚靠甲帮赞。第三，上主保守，微光不灭。约沙法死了后，伊的囝约兰照本性进殿显露，伊残忍杀杀家己的6个小弟，较有可能威胁到伊政权稳固民间领袖。这是真恐怖佮无人性恶毒的君王。后来伫费斯人甲阿别人的入侵，约兰的囝互人杀死，
剩尾囝约翰书也叫做阿卜舍。咱圣经若看落去，通看到约翰书也歹囝弄动。伫伊死了后，约兰的某，也就是阿哈的查某囝阿他利亚，起来篡位，家己做女王。所有的子孙也拢互伊总刣。改在只有剩一个约翰斯死无去，成做日后代表王朝残存无法的黑马。这一连串的灾变，就好亲像是一台车已经无动，搁加速，四个轮仔一粒一粒拉了，头前阁是断崖。眼看火烧孤寮全无望的时，上主犹原保守，永远留一拍微火，互灭火的火无烧灭，要压止的芦苇无断去。上帝无完全收回伊对大家所立的约，以及对以色列和人类救恩历史的计划甲应允，所以微光不灭，等待天光。当咱伫拄着环境的时，咱通看约沙法王以下的三四代子孙的历史，虽然暗淡无光、黑暗、罪恶、死亡、暴力、权势、创行，毋过上主犹原伫背后施恩怜悯，保守互信伊的人永袂绝望，心存盼望。愿咱毋是干那做家己认为也是别人认定的好人就好，搁较要紧是爱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做上主所欢喜的人。凡事毋管是好事歹事，伫顺境伫逆境，凡事信靠上主的引带甲带领。就算伫黑暗笼罩的人生时刻，也相信上主会保守看顾，微光不灭，永存盼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阿爸爸上帝，伫你面前，阮拢是罪人。虽然检采人看阮是好人，毋过阮知阮的罪是需要上帝的怜悯救赎。阮嘛伫主你面前，求你也赏赐圣神，光照阮，互阮伫圣神的引带、圣经的道理中间来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来做，也互阮看见检采有时外面的环境并毋是阮所喜爱，是非常的险恶。总是阮搁较要紧是爱心肝坚定信靠你。虽然检采是伫黑暗的时刻，阮嘛信靠主你甲阮讲，微光不灭，永存盼望，互阮也存着盼望的心来仰望你。阮献上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